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。香港啱啱先被話超越瑞士，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。呢個名銜聽落好威，好似全世界有錢人都排隊嚟香港開戶、投資、做資產配置。但今次要睇嘅唔係香港人突然多咗好多錢，而係有更多跨境資產選擇放喺香港，由金融機構管理。偏偏同一時間，另一單新聞就有好大反差。路透社同香港傳媒報道，港銀據報加強審查內地客開立投資戶口。有銀行要求客戶聲明，投資資金唔係嚟自中國內地，亦有部分在港中資銀行據報暫停為內地居民開立投資同理財戶口。即香港被形容為全球資金管理大戶之際，銀行前線反而問得更仔細。呢個畫面幾有意思，表面睇香港好似越嚟越吸金，但落到實際操作，錢想入場又未必好似以前咁順手。呢度唔係話香港突然轉身唔做生意，而係當金融中心做到越大，風險同責任都會一齊變大。全球第一聽落風光，但背後其實係一套更嚴格嘅篩選機制。所以今集唔會將件事講成香港唔歡迎外來資金，亦唔會講成內地客開戶全部有問題。比較貼近現實嘅講法係，香港仍然想做有錢人生意，只係今日接一個客已經唔可以單靠戶口有幾多錢去判斷。銀行仲要知道資金路徑、用途、文件證明同埋整件事有冇合規風險。先講新聞本身，根據路透社報道，香港部分銀行因應近期監管要求，對內地客開投資戶口加強審查。報道提到，涉及嘅銀行包括匯豐、恒生、中銀香港等大型銀行，有做法係要求客戶簽聲明，確認用嚟投資嘅資金係嚟自海外，而唔係直接嚟自中國內地。香港銀行公會就表示，新要求預期唔會對正常開戶流程造成重大影響。依句其實要聽清楚，正常流程未必大變，唔代表門檻冇變，只係對資料清楚、用途正常、文件齊備嘅客戶嚟講，影響可能主要係多咗程序同等待時間。真正被收緊嘅係嗰啲來源講唔清、用途唔明確或者可能踩到監管灰色地帶嘅資金。銀行唔係突然唔想開門，而係入門前要睇清楚對方帶住乜嘢入嚟。對銀行嚟講，開戶從來都唔係填完表就算，尤其係投資戶口，後面可以接住股票、基金、債券、結構性產品，甚至跨境資產配置。一旦中間出事，銀行未必可以用客戶自己話冇問題作為擋箭牌，監管壓力、合規成本、罰款、內部問責、聲譽損失，最後都有機會落返銀行身上。以前大家成日講銀行最中意有錢客，呢句冇錯，但今日要補多一句，佢哋真正想要嘅係查得到、講得通、風險可控嘅客戶。資金可以嚟自收入、投資回報、出售資產、公司分紅或者其他安排。問題係每一個講法都最好有文件配合。今日嘅入場券唔只係戶口有幾多個零，而係啲錢有冇一條合理路線。今次新聞亦唔係突然爆出嚟。5月22日，中國監管部門宣布打擊非法跨境證券活動，點名涉及一啲網上券商，包括富途、老虎、長橋等。呢度要分清楚，唔係所有跨境投資都有問題，真正被盯住嘅係未有合適牌照，卻向內地投資者提供海外證券服務，令資金可能繞過原本監管框架嘅渠道，放翻喺香港銀行。今次嘅做法就會見到條線其實接得上，券商要被查，銀行自然唔可以太鬆。客戶用銀行戶口配合投資戶口參與海外證券買賣，金融機構就有責任知道資金同交易背景。以前有啲位置可能比較灰，而家灰色空間收窄，前線同合規部門自然會更加保守。呢個唔係單一銀行嘅情緒反應，而係金融系統重新計風險。有人可能會問，香港既然想做國際金融中心，點解又要令開戶變得麻煩？呢個問題好現實，成熟嘅財富中心唔係開大門任人入嚟，而係要有能力分辨資金。吸引力固然重要，但篩選能力同樣值錢。接得太鬆，短期可能生意多，長遠一旦出事，市場信任受損，代價可以比少做幾單生意更高。表面上財富管理得好妥當，私人銀行、投資組合、基金、保險、家族辦公室，聽落好似坐喺維港景辦公室飲咖啡，慢慢傾人生規劃。現實就冇咁浪漫。客戶背景、資金來源、投資目的、稅務身份、住址證明、公司架構、最終受益人，全部都可能要逐樣核對。呢啲工作唔吸引，但正正係財富管理最基本嘅底盤。可以用一個貼地啲嘅比喻，餐廳門口排長龍當然係好事，但如果做嘅係高端食材，老闆唔可以只望住生意額，完全唔理貨源同保存。接錯一批貨，成間鋪都可能要埋單。銀行做有錢客，生意都差唔多。
客戶可以帶嚟收入，但同時亦可能帶嚟麻煩。生意越大，風險管控越要硬淨。另一邊，國際顧問公司 BCG 報告指，香港已經超越瑞士，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。跨境財富規模大約2.95萬億美元，略高過瑞士嘅2.94萬億美元。呢個數字好靚，亦係香港金融業好想講嘅故事。香港仍然有吸引力，亦仍然係中國資金同全球市場之間一個重要連接口。股票市場、IPO、基金、私人銀行、保險同家族辦公室都係呢條線上面嘅生意。不過，香港越依賴中國相關財富，就越受內地監管節奏影響。香港唔係一個完全同內地切開嘅財富島，客戶、資金同業務機會好多都同中國經濟有關。當內地收緊非法跨境證券活動，香港銀行跟住調整，其實係好自然嘅反應。香港夾喺中間，面向國際市場之餘，亦避唔開內地規則，搶生意唔可以離開合規底線。呢種張力每日都反映喺銀行開戶流程入面。去到呢度又嚟到今日嘅大排檔小知識。近年香港成日講家族辦公室，到底係咩嚟？簡單講，佢唔係一間普通 office，而係一個有錢家族用嚟管理資產嘅核心後勤部門。呢啲家族未必只係得一個銀行戶口，佢哋可能有股票、基金、債券、保險、物業、公司股權，甚至海外資產同下一代傳承安排。家族辦公室就係幫佢哋將呢堆嘢整合起嚟，專業人士長期打理。香港想做財富中心，好大程度就係想吸引呢類資產留喺香港管理。不過資產越大，銀行同監管越要問清楚，因為你接嘅唔係一個普通戶口，而係一整套跨境資產安排。所以家族辦公室唔係離地，相關生意做得大，銀行、券商、保險、基金、律師、會計、信託都會受惠。金融業好唔好景，亦會影響寫字樓需求、高收入職位、股市氣氛，甚至影響香港之後仲可以靠咩故事去吸引資金同人才。不過跨境資產越多，規則就越複雜。財富中心唔係淨係鬥邊個保險商大，而係鬥邊個接得住資金之餘，仲可以維持制度信任。咁普通香港人又關咩事？你可能會話，我又唔係內地客，亦冇幾千萬要開私人銀行戶口，表面上好似好遠，但拉闊少少就會見到關聯。香港而家好多增長故事都同金融服務有關。當樓市同商業地產貸款壓力大，銀行自然更想發展啲唔需要大額借貸但可以持續收費嘅業務，例如基金、保險、投資戶口同財富管理。換句話講，香港點樣吸引資金，點樣管理資金，會影響銀行收入、金融業職位，甚至成個城市嘅金融敘事。過去大家講銀行，多數會諗起按揭、信用卡、存款同埋貸款，但另一盤重要生意其實係幫客戶管理資產，然後收取費用。當傳統貸款增長冇以前咁輕鬆，呢類收入就越重要。不過今次亦提醒我哋，收費型業務唔係白白送上門，背後一樣有成本。呢個位亦係香港同其他財富中心競爭嘅關鍵。新加坡、倫敦、瑞士、美國全部都想做有錢人生意。程序太繁複，客戶會嫌麻煩，審查太鬆，監管同市場又會唔放心。香港要做嘅唔係盲目追求快，亦唔係一味收緊，而係喺效率同可信度之間攞翻個平衡。有錢人唔係冇選擇，但香港亦唔可以為咗搶客就當風險唔存在。所以今次香港銀行收緊內地客投資戶口審查，唔應該簡單理解成香港唔歡迎資金，更準確係香港仍然想做財富管理生意，只係呢盤生意已經越嚟越講規矩。有錢只係其中一個條件，資金來源、合規要求、監管同銀行風險管控，全部都會變成入場門檻。真正要考驗香港嘅唔係有冇錢入嚟，而係錢嚟到之後能唔能夠穩陣處理，再變成一盤可以長做嘅生意。全球第一財富中心聽落好風光，但真正運作時，前線要收文件，合規團隊要翻查背景，監管又會睇流程，客戶自己都要解釋資金。呢啲瑣碎工序先係真實世界，唔係有錢就自動開門，有錢都要過關。如果香港做得到，全球第一就唔止係一個名銜，而係一個實實在在嘅榮譽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畫面上有推介影片可以撳埋入去睇，記得讚好同轉發呢段影片，同埋留言講下你嘅睇法，亦都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新片出街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。呢度係財經大排檔，我哋下次再見。